1911年，澤富文牧師嚟到越南一處建立福音嘅基地。喺1921年呢，就委派第一位華人嘅宣教士朱醒雲牧師，要向南部華人去傳福音，就建立第一間個教會。經過4次個搬遷呢，建造一個禮堂。去到1948年呢，因為信徒嘅人數不斷嘅增加，決定再一次重建。而家大家睇到一個禮堂係喺1949年落成，可以容納到大概400多人聚會。光中堂係越南華人第一間個教會，門面有3個通風，代表三位一體個意義喺當中。咁樣大家會見到佢嗰個設計啦，上面頂樓啦係一個圓形，係當時所用嚟未有好先進嘅麥克風，咁樣就可以喺講台上面咧，講員所講嘅就會有好多個回音以至喺下面個會眾都可以聽得到。大家見到禮堂好多個座凳啦，我哋都係去保留嘅。禮堂有一個紀念碑，係當時海外佈道團嘅團長黃在牧師喺光中堂禮堂落成嘅時候嚟參與聚會，特別係有一啲個詞句去勉勵教會。我哋又配合地方個政權啦，去做一啲濟貧嘅工作。我哋亦都有舉辦愛心午餐，幫助一啲年長嘅喺生活上面有困難，讓我哋都能夠有一餐個溫飽。再後面我哋有5層樓個課室多家樓，我哋亦舉辦義學，去幫助信徒嘅子弟或者係一啲親友可以學習中文，以關心與教導中文做一個福音個橋樑。胡志明市嘅華人聚居嘅地方，我哋除咗見到有教堂之外呢，都會發覺有好多個廟宇。正如我哋教會個名稱係光中堂，我哋都盼望能夠可以成為鹽，成為光，更多華人能夠可以脫離好多個習俗個捆綁啦。盼望能夠有更多華人能夠可以認識福音，能夠得着真正嘅平安喜樂盼望。